最新嘅路面情況，先喺港島區。香港仔隧道過海現時排到隧道入口，入香港仔方向時代廣場、黃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業勤街、告士打道過海隧道入口。至於東區走廊落中環方向咧，北角碼頭車多，龍尾太古城。翻過嚟九龍區啦，公主道過海富正道、加士居道過海女童軍總會、後面渡船街天橋去紅磡北街、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蕪湖街、啟德隧道過海現時排到新山道。龍翔道觀塘咧就排到黃大仙中心，至於去荃灣方向咧都係黃大仙中心車多嘅，龍尾排到啟業村。慢線去獅隧方向啦就排到豐力樓，呈祥對荃灣方向就蝴蝶谷車多，龍尾明愛醫院。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寶康公園，東隧過香港匯景花園，西隧過香港現時排到海麗村。另外觀塘到油塘方向咧康寧道車多，龍尾排到德寶花園。入埋新界區啦。獅隧出九龍現時排到博康村，大老山隧道出九龍咧排到浸會大學國際學院，大埔公路出九龍馬料水，荃灣路出九龍晉升慢車，龍尾大涌道，龍富路跟住迴旋處車多，龍尾排到屯門騎術學校。至於汀九橋去九龍方向橋面車多，另外元朗公路屯門現時排到麗圍。最後揸車你緊記安全車速，小心駕駛。Shell 電腦洗車由歐洲進口嘅洗車機，幫你座駕徹底清潔，10分鐘就可以明亮醒神。樂和心事樂和，放低一日勞碌，送上一個擁抱。逢星期1至5夜間賽馬日除外，晚上10點半至11點。樂樂和你傾心事、想樂事，從生活中拾回幸福微笑。雷霆881以即時新聞、生活資訊與港鐵接軌，貫通地上地下，聯繫社區，關心你生活嘅每一程。燃點燃情之火，全城一動，一齊嚟迎接4年1度國家水平最高、規模最大嘅全國性大型綜合運動會啦！香港首次參與承辦呢項全國體育盛事，響8大場地舉辦12個競賽項目，等我哋一齊嚟與之兒，歡迎各地朋友入場為運動員打氣，一齊嚟支持15運會同殘特運會啦！郭志仁、陳松、陳志雲。在晴朗的一天